师傅，请看一下这个 UPS 的使用的方式的。那我把电线插进去，那个插座上面，然后你看那个前面的液晶的，这个是还没开的，还没开就是后面没有那个电流的。那你看我插进去。你看呢？看那个网中表的，没有那个 AC 电流的，对吗？然后就按那个开关的按钮，就开机了，开机了，你有没有看到这里的标志是那个电池？就是电池就是有了，然后把那个电线插进去。那我们量后面一下看那个 AC 的电流就有电来了，230伏的。然后拔出来那个电线，那个后面也还有的。你看呢？200多就是电池的电流，จะบัดใบเลยแล้วก็โอเคแล้วจะต้องมาทำเลง然后你就看一下我们要把那个声音关掉，你要前面这2个按钮的要按住的，然后你看标志的就是那个喇叭就是有一个标志证明没有声音的。然后如果你想开声音，你按那个2个，按好了就是这个图像，那个喇叭的图像就没有了。然后把电线插进去，它就正常调教了。你看那个，那个 AC 的电流也出了220伏的，然后这个是 DC 的电流的，它是正常调教的。那没问题的。这个是那个使用的方式的。